過去嘅投資者咧，經常去倡議嗰種咧60% 嘅股票對40% 嘅債券咧呢一種嘅投資組合咧，慢慢就變得唔適用噶啦。咁到底喺新時代入邊，新嘅投資組合應該係點樣呢？呢一本書《市場的預兆 How to Listen When Markets Speak》會從歷史發展一步步話俾大家知。2008年咧由雷曼兄弟倒閉所引發嘅次貸危機咧，將呢個紓困經濟咧推向個新嘅高度。政府嘅干預啦同埋紓困嘅規模咧係遠超過1998年嘅 LTCM 公司。當時咧年輕嘅聯準會主席伯南克咧亦都係長時間研究呢個咧美國大蕭條時期咧嗰個金融嘅狀況啊，佢就好擔心咧呢一鑊咧會將世界帶翻入大蕭條，所以佢將呢個世界咧帶向一個未知嘅領域，就叫做量化寬鬆。其實人類歷史以嚟咧，從來都冇試過有一個國家用咁嘅方式去為一個經濟體去紓困嘅。由2009年去到2012年咧，美聯儲咧係總共用咗5.7兆嘅美元咧去處理今次經濟危機。呢種紓困嘅方式咧，的確係有啲成效嘅。銀行體系咧就保住咗啦，紓困咧亦都造成咧股市係快速反彈啦。咁實體經濟咧係持續衰弱嘅。以美國為例啦，低技術嘅工人咧持續咁失去呢個就業嘅機會啦，貧富懸殊咧都係拉得更加遠。當時咧，前總統奧巴馬喺2009年入主白宮嗰陣時咧，美國國債規模係10兆美元，佔咗 GDP 嘅68%。咁但係去到2016年，國債已經去到19.5兆，差唔多升咗1倍。呢個咧8年前咧滿懷希望嘅年輕總統咧，喺任期嘅最後1年嘅時候咧，頭髮都全部變到灰白晒啊！睇起上嚟咧就蒼老咗唔少。其實總統嘅樣咧都係國家一個經濟縮影嚟㗎，特別係呢個所謂嘅 Rust Belt 嘅鐵鏽帶地區啦，係有大量嘅失業同埋就業不足嘅勞工階層咧，係因為冇嘢做，所以過量服用毒品同埋酗酒而死亡。而美國咧作為世界上最強大嘅國家咧，佢哋嘅人嘅預期壽命咧竟然開始下降。不過咧，對於政客同埋華爾街嚟講咧，佢哋更加中意咧由低廉嘅進口商品咧所造成嘅通縮效果，而且咧低通膨就代表低利率啦，低利率嘅環境咧可以進一步推高呢個股市嘛，咁所以基層人民受苦咧，佢理得佢哋死啦。2015到2016年間咧，美國又進一步咧減少咗5萬個製造業嘅就業機會。所以咧，當呢個2016年咧特朗普當選嘅時間啦，雖然佢以呢個一啲都唔圓滑嚟著稱啊，咁但係當佢咧號稱要將呢個就業咧搶翻嚟嘅時間咧，係好觸動到美國人嘅神經啊！而且特朗普咧都高調咁樣咧話要同中國開片啊嘛，要同中國咧搶翻咧美國應有嘅國際貿易嘅地位，亦都係受到咧選民嘅歡迎。咁但係稍為咧熟悉國際貿易同埋熟悉經濟嘅人咧都知道噶啦，你要搶翻工作機會咧，同埋想要咧享受廉價商品咧，二者係不可兼得嘅。所以當呢個貿易戰啊、關稅戰同埋逆全球化嘅出現咧，亦都標誌住咧低通膨嘅年代咧唔可能持續噶啦。